有冇發現香港人好似越嚟越多戾氣？其實可能係同創傷有關係。講到心理創傷，好多人第一下都會覺得係一個人受咗傷，但係其實有一種創傷叫做集體創傷。呢一種嘅創傷唔係淨係發生喺個人身上，而係整個社會、成個社區一齊去經歷。當一件事，例如係災難又或者係社會事件，唔單止係傷害咗某幾個人，而係令到好多人對安全、對關係、對未來嘅感覺都變晒，開始唔再信任，唔再覺得安全，甚至係覺得成個世界都唔同咗。咁樣就可能係集體創傷。集體創傷之下，有一啲人會變得特別警戒，好難再去同人建立關係，亦都有一啲人會好嬲，但係又唔知可以向邊一個發泄。至於要點樣去舒緩社會事件帶嚟嘅集體創傷，其實係好難。我自己係覺得幫一啲情緒揾出口係一件好重要嘅事。有一啲人係傾偈，有一啲人係創作，有一啲人係運動。建議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性格同埋喜好，去到揾到一個俾自己情緒嘅出口。而如果你亦都認為自己係有因為香港嘅社會事件而有集體創傷，我希望你可以知道，你會受傷某個程度上其實係因為你在乎。而集體創傷嘅意思係在乎呢一啲嘅事，因為呢一啲事件而受傷嘅人其實唔止係得你一個，你唔係孤單去到面對呢一場嘅創傷。